哦，闭嘴哦！哎呀，你不要挣扎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接下个是这样，你帮我跟着前面那台车。前面那台，对，谢谢。大哥，谢谢。不知道，泡泡，泡泡，小的，他妈的很丑啊！我不知道，去死！一凤，谢谢。这位是段先生，这位是一凤。那你们两个先喝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但是我敬你。你怎么喝那么少啊？不用客气啦，这杯我请。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因为我酒量不好。酒量不好？男生酒量不好，女生才有机会啊。搞什么呢？结果这男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郭圆圆的小三。贝贝，拿纸跟笔给我。好。把这照片跟纸条交去给郭圆圆。小奈姐，你真狠呐！这叫做先下手为强，懂吗？把架起来，起来！他妈的小子，还有种啊！还有种啊！老大女人，你找死！我是没有。走开！哥哥，找到有你了。好，还带女朋友啊？他不是我女，还不说，还不说。这不是他女朋友。哎，圆圆，是你快递啊？快递？对啊。这个时间有快递？圆圆，我今天喝的好开心哦。然后我们带去喝好不好？啊，走。不要以为你是女的，我就不打你啊！小子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，打死你不可啊！哎，老大说照旧了。哎，很麻烦呢，还要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啊？那怎么办？他留给你。那么好，要怎么处理啊？随便。带走，行，不要碰他，不要碰他，拜托。小子，定人。大伯，不要玩得太夸张。我知道啦。走。哎，啊，你们两个交往多久了啊？我就说我不是他女朋友了。你不要打我，我没有说谎。你们两个有没有交往，我根本也不在乎啦。走开！这个身材很好呢，吼。走开！小宋，我的快递呢？哦，我也不要了，对不起。Sorry。谢啦。有你这个。一凤，坐下。哎，好。
段先生，我的店不欢迎你。难怪你都不喝酒，原来是征信社的啊。不是，其实我跟我老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，请你离开。干嘛？你让我跟咬舌自尽。没有用了，我跟你讲，咬舌自尽不会死，等你好了以后，你就变哑巴。真的假的？你看我的样子像会骗人吗？那你们要把小杰带去哪里？住手！他在这边干什么？敢动老大女人啊！又打！鬼哥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啊，掉路边。是。错，我错。哎，喂，怎样？不会伤害你啦。最喜欢这种大的啦。哎，喂，阿飞，把我的定位给我，快点，出事了！你现在说真的假的啊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把定位给我。哎，我也私下出去处理一下。学长，你要去哪？学长现在有更重要的要保护，升迁的机会啊，好好把握。够哦，闭嘴哦！哎呀，你不要挣扎，我就不会伤害你嘛。你现在要想杀我！哎呀，闭嘴！点你啦！你知道你这样犯了刑法第几条吗？你这样是强奸罪，你知道我会罚钱吗？烦了你呀！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雇人的，没事嘛，我什么都没做嘛。哎呀，一困起啊，他睡着了。当我没看过我，对不起。拍谁？喂，阿飞，哎，你等我停好车会怎么样啊？我等你停好车，他妈人都死了！哇！哎，你死，我以为我们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问他，小杰在哪里？小杰，对，小杰是谁？问嘛！我靠！小杰在哪？小杰在哪？说不说？还不讲？在身上。三说清楚嘛！五谷山上的。五谷山上。哎，你去哪？你把我也顾好就好了。你们先去医院了。你能把他顾好，他出事我就用你揍他的揍。
天那么早回来啊？你找人查我？没有啊。我要离婚。干嘛这样？我只是关心你而已啊。不用解释，我要离婚。老婆，我们坐下好好聊好不好？我也是因为太爱你才这样的啊，老婆。靠！小姐，小姐，大姐，姐，小姐，哎，没事吧？啊，行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，送你快。微微，醒醒，微微，醒醒啊，微微，醒醒，微微，醒醒！哦，你终于醒了，看着我，你没事吧？阿南哥，我害怕。不要怕，没事，没有事。等我一下。没事。阿南哥，不要哭，给我站。好想你有叫我用定位，不然你就不能来救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送你去医院？哎，要送医先送我去啊！再吵妈把你杀死！都不好了，你就死定了啦！还说是不是？自备哥有来吗？自备哥，跟我走。自备哥。